停止血压，让青山去平复那昏黄的伤。一句誓言，苍天为证，快意恩仇的较量是破除的坚强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一生闯荡，侠骨柔肠，酒杯中不下隐恨的风霜。一支荒唐，天各一方，是谁一生吟唱，爱恨两茫茫。我以为江湖有多远，天涯竟然在我眼前。我以为我是有3000，却载不住一个愿。如果再相见，你是否接受这沧海桑田的句点？不是不想动，他是被我点了穴动不了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冬青姑娘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冤家路窄，我警告过你，让我不要再见到你，否则我见一次我打一次。怎么又撂倒一个？打狗也得看主人，都警告过你了，烦都烦死了，还来这打。那这怎么办啊？她是你娘子，你自己看着办。是我。冬晴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幸好艾迪姑娘出手相救，不然我可能已经命丧在那个黑衣人的剑下了。哎，这平时也没听说你得罪了什么人，还是跟谁结了怨。你说这会是谁下的毒手啊？师娘，你别费劲了，赶紧给冬晴姑娘解个穴道再说。花姨。我姐姐差点都被坏人给杀了，你就解开她穴道吧。你们以为我喜欢点住她的穴道啊？哪个王八蛋愿？我这么做，我也是不想她白白去送死啊。我现在已是自身难保，你又不可能时时刻刻保护着我。如果再有下次，只怕我不会那么幸运了。这说来也真巧啊。那3个自称是袁将军派来的人，一进咱醉月楼之后，就出了这样的事。哎，难道就和我猜测的一样，那3个人真的有问题啊？哎呦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醉月楼真的是四面楚歌了。哎呀，师娘啊，你怎么这么絮叨啊？你先把他的穴道解开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。不对呀，花姨，你就行行好吧，我姐姐差点就让坏人给杀了。难道你真忍心看到他这样啊？花姨，你放心，我会为大局着想，不会冲动行事的。是你？你蒙着脸干什么去了？我听你的去打听了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顾先生遗孤的线索。说实话。我说的是实话呀，不过。我还看见一个漂亮的花姑娘，所以你又动了色心。哎，破天，你虽然我们以前都是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，可你现在是袁将军的手下，别再让你以前的江湖习气坏了袁将军的声誉。而且花姨现在对我们并不太信任，你别再给我节外生枝，误了大事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别再给我有下一次。
否则的话，军法伺候。哎，冬青，你这是……对不起了，花姨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。你对我的恩情，冬青只能来世再报了，求恕我一拜。冬青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不能不去替我爹收拾。告辞了。慢，想要出去，先过我这关。让开！不，请。姐姐，姐姐！行了行了，别追了，就凭你们两个那三脚猫的功夫，拦不住他的。赶快过来，帮我把血解了吧。啊，我解？我又不会武功，我怎么解啊？好，我豁出去了，我再弄一把。快点！那个师娘，刚才你用哪俩手指头？随便都可以，快点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这怎么做？到前面来，在我的左胸上4寸方向用力戳下去，快点。那师娘，这位置我就不点了，我替你找个人来吧。啊！哎呦喂！谁打了我一下？怎么那么疼啊？你力气比牛还大，一定能解开华姨的穴道。解穴？嗯，我光有力气又没有武功，我哪知道什么点穴解穴的？艾迪姑娘，你赶紧试试吧。不过你这下手啊得轻一点，我这细皮嫩肉的，别给我戳伤了。切，我才没空搭理你呢，我还要去找我相公呢。哎，不许让他走！我打！他才刚醒过来，你怎么又把他打晕了？我有什么办法？师娘让打的，就让他躺着吧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任月，你赶紧过来试试，我教你怎么帮我解穴，快点。冬青的个性绝不可能委身于青楼，他的父亲杨涟又是东林乱党，难道冬青、醉月楼和东林叛党之间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怎么点了这么长时间还不醒啊？小少爷，加油，使点劲儿啊！努一把。华姨，把你戳疼了吗？你要是痛的话，可得告诉我啊。哎呀，我说任月啊，这平时看你吃的也不少，怎么就不长力气啊？你使点劲啊！哎呦，华姨，我都按照你教我的去做了，可我的手都快戳断了，怎么办啊？哎呦，还没戳完呢，我一觉都睡醒了。这么快就醒了，讨厌！哎呀，来不及了，冬青姑娘肯定会干傻事儿，我得去救她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去哪儿啊？这个时候你就别给我添乱了。师娘，冬青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，她从来都是说一不二，更何况是给她亲爹收尸的事儿。我要是不去救她，她肯定白白送死。你去救她？哼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拿什么去救她？飞蛾扑火，螳臂挡车，你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死就死，扑就扑。冬青姑娘对我那么好，我没饭吃的时候，她给我送饭。还有上次，我被这个女疯子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，还是她替我求情。这大恩大德要是不报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小少爷，咱俩一起努一把，你把她的穴道解开，我去救冬青姑娘啊！马少飞，马少飞，你回来！马少飞，行了，别叫了，你赶紧再试试，看能不能解开我的穴道。现在只有先让我动得了，才能救得了他们。快点，好吧，华姨，我努一把。
天下奇闻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都被打晕成这样了，还能打呼噜？哎呦，你看他晕的有多香啊！花姨，别管他晕的香不香，你赶紧想个办法，让我帮你解决吧。哎呀，能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，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啊？任苑，你也休息够了，赶紧来帮我解决，快点啊！花姨，这回我可使劲了啊！散了，真的散了！什么散了？花姨，我把你的骨头打散了。不是，是我被封住的血脉，没想到被你那一拳给撑散了。谢谢你啊，小宝贝儿，你解了我的穴道，救了花姨。那你赶紧去救人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这就去啊。哎，是马守飞，我们快出去看看。你回来啦！干什么呀你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别老这么转悠啊！你快下来！晕死我了！哇，好肥的一只鸟啊！不是鸟，是我。是你呀！你那么呆着干嘛呀？好玩吗？一点都不好玩！快想办法让我下来！快下来呀！我光学飞了，没学怎么停。花姨，快教他怎么停啊！糟了，那个秘籍只有上半部，没有下半部。没有下半部会怎么样啊？没有下半部，我就不能让它下来啊。那下半部呢？让虫给吃了。快想办法呀！我不能一直这么飞呀！哎呀！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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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想想办法。救我呀！快一点啦！快想办法呀！你看到那边有棵大树了没有啊？哦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你呀，就用力的朝那儿飞过去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哦，飞呀！玩死我了！马守飞，你没事吧？还差一步。哎，马守飞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姐姐呢？我看见冬青被一个白衣蒙面人救走了。白衣蒙面人救走冬青，就送你到这儿了。为什么要杀我爹？杨伯伯不是我杀的。不是。不是。那你告诉我，谁是凶手？我只能告诉你，不是我杀的。你分明就是狡辩。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不救他？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忘了我爹以前是怎么对你的吗？他把你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你居然见死不救。他对我再好，也是大逆不道的反贼。我劝你趁早离开醉月楼，以免步你爹的后尘。大逆不道的人是你。我言尽于此，随你信不信。你是袁将军派来的13铁骑。我13兄弟分3路进城，其中2路人先后遭到官府的人埋伏，另1路人则下落不明。又是叶红英。我怀疑军情已经泄露，13铁骑中
事？内奸。岂有此理！东林余孽胆敢袭击朝廷命官，居然将叛臣杨涟的尸体劫走了。骑兵9000岁，都怪卑职一时疏忽，请9000岁再给卑职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本座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？嗯，你口口声声说要本座安心等你的好消息，可结果呢？这就是你给本座的好消息吗？你叫本座如何安心？如何再给你机会？请9000岁恕罪。哼！本座已经没有耐性再等了。安如真，既然本座能扶你上位，就能砍得了你的脑袋。9000岁恕罪，卑职派往袁崇焕身边的探子，若无差错，现在已经进入无锡城了。等待他与本府回报，不仅能把老贼顾县城的官印拿回，还能把东林余孽一网打尽。你真有把握？这绝不敢有半句戏言，请9000岁再给卑职一次机会吧。好，本座姑且再信你一次。不过，你也给本座听好了。不许再有半点差池，否则本座就要你提头来见。送你上路。他爹死你哭那是干嘛？我看姐姐哭这么伤心，我就想爷爷。我想起我爹老妈了。杨大人，鹰犬当道，不能把您风光大葬，实在是委屈您。您放心吧，冬青我会替你照顾的，您一路走好。花姨说，这坟里埋的人叫杨莲。杨莲是谁？年纪比我大吗？这得找师傅问问。站长，我进去看看。哎，我这。白银1000两，白银1000两。哎，
谁死了还这么值钱呢？这不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吗？你不识字？谁说我不识字了？字儿不识我。哎，小哥，你行行好，你给我说一下，谁死了这么值钱12品左都御史杨涟。杨涟，你爹入土为安了，你是了了桩心事，可我心里悬着的这块大石头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放得下。花姨，我可知道你心里那块大石头，就是那个女疯子吧？嘿，被打晕了居然还能打呼，太奇怪了。你少在这里跟我没心没肺的耍嘴皮子了，要不是为了你，我会摊上这种麻烦吗？华姨，这次多亏了马尚飞，姐姐才能顺利的把他爹给安葬了。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，你就别说他了。哎，看你说的，这么客气干什么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再说我也是误打误撞嘛，啊。花姨，这次害你为我操了这么多心，我道歉。嗨，你也没做错什么，道什么歉啊？你别看我平时咋咋呼呼的，其实我心里明白透亮得很。你是为了尽份孝道，才这么鲁莽行事。如果我要再怪罪你什么的话，岂不是太不近人情了？哎，对了，我刚才听马尚飞说，这次你能够平安脱险，是因为有一个白衣蒙面人帮了你。那个人是谁呀？对呀，姐姐，你快告诉我们吧。该不会又是他吧？先不谈这个。对了，花姨，你看看这个，这是袁将军派来的13铁骑呀！啊，真是袁将军派13铁骑来救我们了，那真是太好了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再也不怕那个女疯子来逼婚了。姐姐，你快带我去见她呀！只可惜，他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死了？他临终之前还告诉我，13铁骑分成3路进城，其中2路在途中遭到了朝廷鹰犬的埋伏。这就说明，一定是有人泄露了军情，剩下3人之中必有内奸。内奸？看来我的猜测果然没错。花姨，你知道什么了？姐姐，花姨一直怀疑之前来我们醉月楼的那3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就是内奸。所以才不让他们知道我就是爷爷的孙子。另外，花姨，我插一句，能不能让我们俩换回男儿身呀？每天这样真是太难受了，上茅房我都不知道去哪间。我也是。你那时灵时不灵的功夫啊，可千万别说是我教的，我可不想丢这个人。你们啊，好好听我的，照我的话去做，才能保住你们2个的小命。这次我有办法把这白银1000两装进咱俩的口袋。我没兴趣。你一定会有兴趣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这个反贼杨涟的尸体在哪儿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那个墓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杨涟2个字，是醉月楼的花姨给这个杨涟收尸埋葬的。胡说！你根本就不识字。我跟你说，我亲耳听到这个醉月楼的花姨还有那个杨冬晴在那儿哭喊着：“哎呀，杨涟呐，杨涟呐！”哎呦，这个场面那是非常动人呐，很感人，很动人。而且我还知道，这个杨冬晴就是反贼杨涟的女儿。你真的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这巡抚衙门已经贴出告榜了，悬赏白银1000两。你看得懂榜文？师傅，虽然说我不认识几个字儿，啊不是，虽然说几个字儿不认识我，可是我的嘴会问呢，是那些街坊告诉我的。师傅，虽然说我一直不知道您是在哪个行当上发财的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师傅您一定是一个浪迹天涯、闯荡江湖的真英雄。所以说，我决定把这个白银1000两我给他赚回来，我天天把您供养着，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您干脆把您那个很危险呐、很辛苦的那工作给辞掉，
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您当我亲爹一样供着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上巡抚衙门领钱去啊！回来，领什么钱？悬赏花红。我决定去告密去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您徒弟我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渣，您太低估我了。您可爱的徒弟我曾庸啊，是一个极品人渣。嘿嘿，我决定啊，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找巡抚大人潘汝贞潘大人，我向他告密去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若有第3个人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坟头上的草一定比现在的你长得还要高。师傅，是，你放心，我拿我的性命担保，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可我还是不信，毕竟他们几个都是袁将军派来的。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而且呀，这肯定没好事。这是你死去兄弟的令牌，冬晴姐让我转交给你的。10位兄弟惨死，我石破天若不能血债血偿，誓不为人。麻烦你帮我谢谢冬晴姑娘。哎，各位都是自己人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还有啊，话一说了，各位一路南下，真是辛苦了，特地叫人备好了热水，要我领着姑娘们伺候各位沐浴更衣。啊，太好了，舒舒服服的洗个澡。江浪，不得无礼。哦，麻烦你跟花姨说一声，不敢叨扰。各位到了醉月楼就是贵客。再说了，你们都好几天没有洗澡了，都快熏死人了。爷爷呢？我们好生伺候着。好嘞，走吧，走吧，爷。大哥，这边请啊，请啊。大哥，别挑了，就我吧。大爷，你怎么光脱鞋不脱衣服啊？穿着衣服，我怎么给你搓背呀？我喜欢泡澡之前，先洗脚。哎呦，别那么多事了，赶紧脱了吧。
我给你洗脚、搓背，保证舒服。这么多疤，怎么就没见到我要找的？姑娘，你看什么呢？你不是给我擦背吗？怎么不动了？哦，嗨，瞧您背上这么多刀疤，都把我给看傻了。这都是我在战场上留下来的疤。哟，那就是英雄疤了。爷，您可真是太英勇，太有男子气概了。姑娘，来，你进来干嘛？等一下，这位壮士，你不要对我太客气，以后别叫我姑娘了。20年前的今天，我就开始干这行了。今天正好20周年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来，沐浴更衣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帮你沐浴更衣。不，我真的不习惯，请你出去好吗，姑娘？哎呀，这位大爷，刚来的客人都说不习惯，洗着洗着就习惯了，而且还容易上瘾。来，我给你脱了。哎，我自己洗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出去！呀，大爷，出去！你就算帮我个忙不行吗？花姨看上去如花似玉，可背地里心黑手狠，对我们姐妹严格极了。稍有不慎，拳打脚踢，连打带踹。我要是把大爷没伺候好，那我就惨了。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，你不需要帮我，好吗？大爷，你就算帮我好吗？我给你跪下，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姑娘，算我拜托你了，好吗？我自己洗就好，麻烦你出去。解扣吗？你怕什么呢？你干什么你啊？出去！干什么呀？出去！你姐，出去！哎呀，喊什么喊呢？真没见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你干嘛又跑进来啊？哎呀，至于吗？吓成这样，忘东西了。你撞。花姨，真的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是不是没看仔细，没瞧清楚啊？回去再仔仔细细的看一遍啊！人家都洗好澡了，衣服也穿好了，你让我们怎么看嘛？是花姨，难不成让我们再给她洗一次澡啊？这是叫你们去办正事儿，怕什么难为情啊？可是花姨，要你们去就去，啰嗦什么呀？莺莺、妍妍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奇怪，怎么能没有呢？对呀，被那个曾爱弟拿那么重的东西砸了背，肯定要留下淤青的。那这么说，这个岳新川和江浪都不可能是内奸，那不就石破天的嫌疑最大了吗？哎呀，这个马尚飞怎么这么慢呢？淹死在澡盆里了，还不回来？看见了，花姨姐，我先喝口水。哎呀，赶紧说。我有重大发现。马尚飞，这希望可全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你真的看见了？那当然了。在哪里啊？我能不能先喝口水啊？哎呀，待会儿再喝，快说。在背上。快说说看，在他背上发现了什么？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块青色，特大一块。那就没错，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内奸给灭了。哎，花姨姐，不要那么冲动，你可不能错杀了好人。好人？你说锦衣卫派来的内奸是好人？我没说内奸是好人，我是说你不能错杀了好人。可是，可是刚才不是说，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块淤青吗？淤青？我什么时候说有淤青了？我没说淤青，我只说他在后面发现一大块青色，挺大的一块。可是你刚才明明说了，他身上有一块青色的呀，还是很大的呢。我说的不是，我说的是刺青，挺大一片刺青，但是在刺青下面有没有淤血，我没法看见，他死活不脱。你真够讨
讨厌的，干嘛不一次把话说完呀？这么说，咱们现在就没有证据来证明石破天他到底是不是内奸了。有钱没？给我拿点钱！有钱没？拿出来！哎呀，干啥呀？去给朝廷执行任务去。哎呦，您就别搜了，真的没有，我们自个儿都搜了几10遍了。是啊，你别说是钱了，我们兜里这点灰都给你掏干净了，你把我这衣服都快抠破了，你瞅瞅，你看。哎呀，你说这可怎么办？你说我没有钱，我就没办法替咱师傅替朝廷办事儿了。那我们也没辙啊。哎，你俩赶紧想办法，去给我凑点钱去。上哪儿弄钱去啊？我们俩要是能弄到钱，早去醉月楼弄2个姑娘陪我们喝花酒了，还陪你在这喝西北风啊？当家的，有时候吧，我还真挺佩服你。你说你执行这秘密任务，执行到你连饭都吃不上，这朝廷是不是也太抠了？不能让人饿着肚子干活嘛。当家的，不行别贴了，回黑风堂，毕竟自己家的地方吃喝不愁，是不是？对呀。回去干嘛？我怎么回去？你说，我那宝贝女儿都失踪那么久了，我也得打听打听她的消息。好歹我是个做爹的。哎呀，虽然少了他的吵吵闹闹，我耳根子也清净了不少。可是，你说听不见他骂我还挺不习惯的。哎，你们说我是不是犯贱呢？对，是犯贱。哎，对，谁犯贱？你们是不知道一个当爹的苦心呐。艾弟他娘死得早。这么多年，我是又当爹又当娘，我含辛茹苦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他给喂养大了，哦不是，把他给拉扯大了。你说我容易吗？啊，我容易吗？这回他要是真丢了，那我这……哎呀，好晕啊！也不知道我睡了多久。谁干的？谁那么缺德呀？拿铁链捆住我！一定是他们发现用生牛筋捆不住我，所以改用铁链了。真是最毒妇人心，这句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看，不愿意到醉月楼来。想让我陪酒卖笑，所以才把我打晕，然后把我捆在这儿。想逼我就范，没门儿！我宁死不屈。这个人偷偷摸摸的干什么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。黄花随风，尘缘未落地。铜镜离墨，胭脂红灯，远方一路烟雨迷蒙。月落无声，照一世浮萍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，不忍拆封。只怕它装不下我们
生。也许我的心只有你才会懂。千回百转到了曲终，还不见你的踪影。散落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愿它还会让我们紧紧相拥。的爱藏在岁月的屏不忍拆封，只怕它装不下我们来世今生。